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所转播的棒球比赛。看棒球，学台语，听台语，捌棒球。我是国洲，非常欢喜伫礼拜下晡，甲大家同齐用咱的母语来欣赏台湾的国球。咱这礼拜要继续来转播的是2023第5届三好南华杯高中社团棒球邀请赛。咱今仔日的比赛是由着新北市对着金门县。哇！今仔日非常的欢喜，嘛真正荣幸邀请到一个过去伫普乐棒球担任投手的李杰群李教练来到咱现场。哇！咱观众朋友听到这个李杰群这3字，可能淡薄仔生分，但是你详细啊看这个李教练的面膜啊咧，你就会想起到，无对，伊就是过去本名叫做李phong华。担任投手的李phong华李教练，咱即马请咱这个李教练来甲咱介绍这场比赛，甲着这两支球队。李教练，老师你好，听众朋友、观众大家好啦！今日真荣幸啊，来到这个比赛啊，做球评啊。但是这个比赛就是社团的比赛，社团的比赛呢，是因为要互这高中的囡仔有法度另外爱好棒球的。因有一个空间啊，伫场上会当快快乐乐的享受这场比赛。4天的比赛会当因得到足大的快乐，会当互因摕到足好的成绩。咱甲比赛看落去。咱这个李教练甲我因为过去这段时间阮拢有担任着，不管是台北市、新北市，或者是嘉南市这个基层社团社区棒球的教练，所以阮对这款囡仔对这款球员因的类型特性，阮拢有特别了解啊。会使讲啦咱看到这几场比赛有当会当看到阮过去带过的囡仔咱即马比赛就马上要来开始啊，由着新北市对着金门县。比赛场地是伫嘉义大拿南华大学第一棒球场，咱小休一下，马上进入现场。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所转播的棒球比赛。咱这场比赛是由着新北市成功金门县成手。咱比赛场地是伫嘉义因为这个比赛赛制伊这裁判是2人制，是2人制唔知伫这个尾这决赛会阁增加人数无这到时咱也伫转播现场咱会使请这个李教练甲咱解说讲，这个2人制裁判因会安怎走位，安怎保卫因的特性伫安怎伫倒位甚至包括讲咱以后一寡囡仔碰到这个2人制裁判，爱注意一寡什么物件。咱即马比赛开始主审出来，双方因会先行咧交换攻守的名单，交换攻守的名单咱看到这2位裁判因无伫的是 UBL 就是台专棒球联盟，因这是伫南华大学所举办的比赛。所以邀请到这个大学联盟的裁判来徛这场比赛。咱看的即马是主审另外一个是雷审主审是林小伟，雷审是强雅虎咱过去这几礼拜有看到比赛主要是拢这2位裁判来徛这个头前这个预赛部分咱。进前李教练有讲到伊讲这个，因为这拢总有10队报名参加，10个县市伊这比赛加今年是第5届，加过去4届较无同的所在是，过去4届因是有用学校为单位，自今年开始就是这第5届开始，因是做这个县市的明星队啦咱即马准备来看这个。新北市因的攻守名单1番郑宇杰，2番严楚君，3番尤凯欣，4番陈奕佑，5番林玉贤，6番肖奕勤，7番杨竹志
8番黄宏稳，9番詹碧婷。咱看到金门关的守备阵容，投手宋一阳，保守洪冠佑，1垒杨振伟，2垒罗宏宇，3垒洪家温，游击柯书成，3个外野手是刘佑实、陈正安，甲着正外野洪胜温。啊，即马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啊！啊，因为吼，咱今仔日邀请来的球评，伊本身是过去一名投手，所以咱即届先特别吼，请咱即个李教练吼，就即个投手的部分吼，甲咱做一寡专业的讲解。啊，即个金门啊，金门关这来自金门关吼，其实非常的有实力哦。哦，即个金门关的先发投手，即个宋一阳，哦，即个汉草不离好，185公分，77公斤，哦，倒投倒拍。来，李教练，你安尼小可看即个投手相两了，你来甲咱观众朋友讲你的看法。照安尼看起来吼，这个投手啊，伊的牵球的动作啊，毋是足大的。是。啊，毋是足大的，伊可能伊的球速就袂讲足紧啊。所以咱安尼看，这个第一粒球只有108啊。是。所以同紧的应该，咱安尼比如讲吼，咱一个开始啊，比赛开始啊，这是同紧的，伊是要牵同紧迄条球来互大家看，表示讲伊球速偌紧嘛。所以咱即马看两粒球拢只有108，同紧都108，但是伊紧啊，嘛差不多100通尔啦。啊，你安尼看的时阵哦，这个断挥臂哦，咱讲底吼，底有底空间，底可能较准，但是呢，伊球速就无遐紧啊，因为伊敢咱咧拉弓共款意思嘛。咱咧扭弓箭的时阵啊，扭愈远的时阵，咱弹来愈弹嘛，咱咧劈折啊，迄个条鸟啊的时阵哦，咱是要劈鸟啊的时阵有无？咱咧扭啊长哦，扭啊长啊劈落去，可能一发伊迄个鸟啊，就可能去我劈着意思安尼啦。所以咧，甲弓箭嘛共款意思啦。吼，所以牵球的部分就是爱甲手扭好悬安尼，扭较长一点嘛。但是伊安尼较短吼，我感觉空间有较小一点嘛，伊球速啊是袂讲介好势啊。而且你牵变化球的时阵，你较短的时阵哦。嘛无遐好势啊，因为你要有空间，互你的手去做一个较舒服的状况，互你去牵球。较快活吼，你较快活，比如讲你当时要长手腕吼，当时要来嘿吼，一球37，109。嘿，所以咱头拄仔讲的就是球速啦，已经是袂讲介紧的啦。啊，球速吼，咱安尼看就是讲，因为伊的动作的关系，但是身材呢，遮好的身材啊，我是希望讲慢慢啊来这个比赛吼，会当去比赛慢慢做改变啦。咱练习可能就安尼，但是咱比赛时阵嘛无法度，因为你要为着比赛，所以咱就要用你同紧的，你同稳定的。但是呢，直接比赛了时阵，你会当做一下改变。平常时练习的时阵啊，对。好，因为应该安尼讲啦吼，因为这囡仔吼，伊是毋是自细汉有科班的训练啦吼，可能伫国小、国中啦，无受过较专业，还是讲吼较密集的即个训练啦，吼啊，所以有当你也看讲，哇，有当你看这汉朝最好，从李教练伊这种科班训练，伊就讲哇，足无彩啊，无彩你啊你汉朝最好啊你吼，诶。80几啊，个180几个这个倒手诶，这对我来讲这是真正哇，吓到要死啊！看到老喙烂，老喙烂对。来，咱来看哦，这球，哇，这球虽然吼，李教练伊本身主要是担任投手吼，但是咱拢知哦，投手伊嘛是场上第9位守备者。李教练，你甲即个吼，不管是观众朋友还是讲即个电视机头前后咧拍球囡仔，从读到即个一垒外口的法律网吼，接球的方法要安怎较有法度掌握着？咱安尼讲哦，比如讲吼，你若接了足好的吼，你对投手是一种帮助啊。但是高飞球的时阵，你一定要退到高，退到地位，退到地位，较甲你身较好势嘛。但是你因为你一类的无人的手臂的时阵，你会手较后壁。你手较后壁的时阵呢，这一定爱去甲接到。你对投手来讲是一种帮助啊。帮忙啦。嘿啊，但是吼，你若无寻到投手，加牵过就了啊。加牵过来了，啊，有当去叫人讲安打，迄就无法度啊，因为这棒球咱拢讲的是结果论嘛。是。啊，结果论你若当减少投手的牵球的数量吼，伊会当愈牵愈长啊。是。哎，
咱头拄咧讲吼，讲即个一类荷尔蒙吼，一般咱即种社团吼，还是社区棒球的囡仔吼，有当走无到位，手套就提起来啊！哇，你甲看嘛，你甲看嘛，你看安尼吼，这叫做死里逃生啦吼，本来应该死的吼，结果才挣出去的游击的防区，咱定定咧讲吼，你该死的无死哦，拢是互对方机会啊。是啦。啊，你安尼拍出去安打了，你看嘛，变本塔拄啊，咱安尼讲就变两人出局咧，吕上是无人，但是变即嘛一人出局啊，一对个有人，这攻势的一定对方的攻击就继续来啊，佮轮到对方的三番啊。是，好，这三番又改险，吼，这攻势吼，这攻势就会继续延续落去啊。咱来看卖咧，这球讲了无讲介理想，来看到接杀两出局，走者无进前。但是咱看这个三番吼，咱社团，但是我拢知影讲，大家拢想要比，足想要打击的。是。但是哦，你咧拍的时阵，你要去设定讲你要拍啥物球啊？这点嘛，毋是讲介好拍，而且这个投手你做起来的时阵呢，你嘛毋知影这个投手是伊的牵对有效你的对合你的喙口无？对。咱若咧拍的时阵，咱讲啊，这个就合我的喙口，我可能拍到。拍的时阵，咱会通好跑啊拍。哇，这球讲了袂歹，但是位置无啥好，去互咧不到接到，接杀三出局，新北市这局留下一垒的残垒。一局下半，轮到金门馆的进攻。哇，咱头拄顶半局有看到咱这个李教练吼，因为本身是投手出身的，所以伊特别的针对这个投手吼，投手不管是类型啦、伊投球的内容啦、伊的观点吼，会甲咱做一个较专业吼、较深入的讲解。咱即马。马上要来看金门馆的打击顺序：一番考书成，二番洪家温，三番洪冠佑，四番杨振伟，五番宋一莹，六番陈正安，七番洪胜温，八番罗宏宇，九番刘佑实。新北市的守备阵容：投手洪信友，保手林玉贤，一垒陈益佑，二垒曾宇杰，三垒杨竹地，小道。严楚君，三个外就是黄宏温、尤开兴，甲着正外野詹碧婷。即马新北市的投手是洪信友，18号正投。咱今仔非常欢喜吼，邀请到李杰军，也就是李phong华李教练来到咱现场。咱这个吼，这个洪信友就较细粒子啊啦吼。对，投手两个的差别啊，吼，14粒子啊。来，看卖咧，哇，一开始无客气就讲一支，哇，这至少2块铝包，来讲出，哇，这2块铝包吼，标准的利率安打，讲出利率安打是考书成。咱安尼看即个吼，投手牵出去又推啊就足紧就拍了，表示讲吼，咱安尼比如讲吼，即个6号的选手咧攻击的时阵吼，伊设定即个球咧拍，所以投手牵即个球吼，伊无客气啊，就甲大力甲拍去啊。就是投去伊要爱位置。对，咱咧看推啊手啊，即个拍了好甲拍了无好势的时阵，这差别就差足济啊。来，咱来看哈，第2番洪家温。把它比出来啊！来看卖咧，哦，是一个手拍吼，手拍，来看卖咧，哇，这条手拍虽然家己出局，但是将队友杀击到得分的大门口3垒啦。咱安尼看吼，这个对方啊，这个打击手这边吼，足阵啊，足紧的。是。第2番啊，照你讲吼，是咱安尼讲，这棒球比赛内底是做一个迄个护送。做一个迄个推进的啦吼，助攻啦吼，助攻的选手，这角色就是安尼，所以有甲教练要爱任务啊，交代吼，甲达成安尼啦吼。
但是我个人啊吼，这个李教练参考一下。这我个人我会感觉讲啊，这种的吼，尽量把球拍去正半边。伊这粒球是跳了较慢啊，这粒球啊跳了较紧吼，这个利率可能无法度进到三垒啦。对。是讲这个观念，咱有当咱讲就是讲啊，球底较入来咧，想办法一正拍嘛，想办法甲球吼拍去利率迄边嘛，杀去利率迄边。啊，你若讲是倒拍，你就要用扭去正半边。对。啊，个另外咱就讲，哦，尤其软的。你唔通拍悬的，你拍悬的害死队友啊！对。咱安尼讲，老师头拄仔讲就是讲吼，你拍正手平吼，咱的迄个利率的迄个招架，拍倒手平咱就咱。哇，这就足正确的，足正确的，你看，尤其吼分数对啊吼，一粒球安打吼，1分打点。咱讲出1分打点的是第3番洪冠优。这就是咱咧讲的啦，吼，咱头仔讲，人伫三垒，其实咱嘛尽量爱甲球扭去正半边，对，扭去正半边。老师头拄仔意思就是讲，你二番的时阵吼，你拍正手边的时阵吼，迄个利率的迄个招架内面去考虑讲，啊，我拍正手边爱走啊，免走。是。所以足简单，就是你拍利率迄边呢，招架会当足简单来到三垒。来，哇，这个应该是接到人哦，雷多宝，就触身球啦，哈，触身球。对。啊，这我有甲进前捌甲其他这个戴汉教戴教练咧讨论啦，哈。其实这个国语的、这个华语的触身球反正无介好啦，因为无一定夹到身躯啦，夹到你的衫嘛有算啦，夹到你的帽啊，夹到你的裤骨啦，所以咱英语较正个，英语叫做 hit by pitch， 你只要吼投手这粒球夹到。吼，夹到你到一个部位，你就有算保送啊，就是死球啊。来一出局，即马轮到第5番，吼，宋玉莹，宋玉莹的打击。所以咱若咧看吼，今日咧拍2支安打拢是直球啊，所以吼，推下手拢会针对伊啊，直球来做攻击啊，因为吼，这球速吼，咱看差不多102桶的，是102桶的话，到迄个变化球，咱若咧看吼，今日看的变化球拢是歹球啊。所以你做推下手的时阵，你要去观察讲，即马投手是看什么球，什么球的好球诶，几率较悬啊。几率较悬的时阵，咱来做攻击啊。较是你最主要你拍安打的机会较有济啊。啊，尤其你若讲目睭选球较好诶，我都讲，甲伊的变化球警掉，吼，咱有哪讲啊，这个伊。只要变化球，你就莫出推啊，因为是歹球嘛，你莫叫怪气。啊，即马投手吼，即马伊投手歹球一做，伊不得不投出好球，迄粒就是直球啊。对，有当时咧配球的部分，你要去看讲投手可能这粒变化球拍了，你要拍直球的时阵，可能这粒就攻，这粒你就要去做攻击啊。是，来头垒，咱看摆咧，哦，哇！这个头垒是咪较冒险一点嘛？倒拍嘛吼。咱安尼讲好啊，你论到你对方的，咱家己的好推啊番啊，4、5番这个部分，4、5、6拢是你推啊手是同中心打架，但是一垒的打架，一垒的抛架呢，你安尼做这个头垒呢，我感觉是较无力啦。较无力，较冒险啊！尤其吼，咱去看，佫是倒手的打架，因为你保手看三垒看较很。佫愈简单。系啊，对啊，佫愈简单，所以我感觉是这是作战的失败，无就是。迄个招架呢？家己大主大意，家己大主大意。来，一球小刀接到，传一垒，无问题，3出局，结束了这个八局，金门关摕到1分，目前1-0。二局上半轮到新北市的进攻，新北市轮到第5番林若贤，咱今仔日邀请到这个李phong華李教练来到咱现场替咱讲评这场比赛。啊，咱李教练吼，伫这个前一局吼，哇，伊安尼非常详细吼，咱会使讲真斟酌啦吼，真有路去讲到咱这个比赛一寡技术观念的部分，
吼啊，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你厝内吼也是有囡仔吼咧从事棒球运动的，吼不管是科班还是社区的社团的，你拢会使请伊来吼陪你看球，吼你会使透过看球吼。一减二个，一方面哦，你会使叫伊学习台语；一方面，你会使学到真侪棒球专业幼乐的部分。李教练，这个宋一赢啦吼，这个你看到的老喙喏，看到老喙喏，真正老喙身材太好诶，身材太好吼。对，但是进步的空间是足大的啦。是，咱就是等一个球速的部分呢，球速愈紧呢，你愈有好啊。是，愈好，咱来咧看啊。咱来看就是你有若基本球速的时阵吼，你免惊啦。对啦，这速度吼，这算真基本啦。你也有当无这个速度吼，啥物拢免讲啦。对。头拄第5番吼，讲出一条二垒垒包后壁的 fly ball， 吼，会高飞球，叫这个速度来甲接杀。即马第6番，肖奕成，伊是担任今仔日的指定打击。但是咱若咧看起来吼，变化球吼，我咧。感觉是因为吼，咧学校练球的时阵吼，其实空间较无遐济啊，所以吼，咱安尼讲就是，咱伫球的比率差不多70啦，变化球差不多30，但是这30内底呢，佫差不多剩10尔啦。咱安尼看，变化球几乎拢是歹球，拢是歹球，拢是歹球，互你骗的。所以咱做推野手，爱明显的了解讲，我要做啥物款的攻击啊？咱咧攻击啥物球啊？像像即马攞土的时阵，你要拍啥物球？是，咱李教练吼。李教练咧讲老土吼，因为过去台湾的观念加日本早期是 SBO 啦，拢是好球先讲，再来讲歹球，再来甲讲out道。啊，即马吼拢对美国啊，拢 BSO 啦，所以咱看即马歹球拢伫啦，即马就是拢走去头前啊啦，吼，即马就是三摆吼，3摆无好球啦吼。来，一条发到无？无，没发到无？有里面哦，哇！结果是一个二垒的失误。但是咱安尼看吼，你看即摆安尼看，你一拍6番攞实力啊，哦，攞实力的时阵，你拍这粒要敢有意义？是啊，对不？所以我卡多一直在讲，你爱设定球种，这若唔是你的好球的攻击的，对，也唔是。你就莫去做攻击啦，你也莫去拍，因为你放掉一个好球的。嘛较玩实力尔。是啊，啊，你等着4条歹球嘛是加这结果嘛是共款啊，结果呢是共款嘛，吼。尤其即马个雷翔也无走假啦，吼。哇，错赛啊！哇，了着吼，哇，一个牵涉吼，哇咧，好不容易吼，死里逃生，结果你着随一去哩尔，你着随强涨着啊，这个咧牵涉吼，在倒倒吼，倒手你要去注意讲吼，你上垒的时阵，你要去知影讲伊的牵涉是啥物款啊？是嘿，伊爱你爱看伊的骹吼，伊骹夹起来，无一定吼，伊的骹有可能会去打上一堆哦。对，伊个打的方向45度拢是咧无犯规的，无犯规的范围内底范围内底嘛，所以你若是倒手的时阵，你的利率，你的一垒、二垒要较保守啊，咱以上差不多3步半，你差不多设咗差不多3步就好啊。3步就好，安全为主啊。但是你要上垒是足无简单的，但是你互一个牵涉，安尼你有一个手臂啊捞起了，你上垒就甲一垒啊，搁一个牵涉啊，搁牵涉死去啊。安尼是我感觉真正是足无彩，足无彩啊。啊，这个咱讲牵涉吼，就是华语的讲牵制，吼，咱英语叫做 pick off。哦，这就是主要这种的哈，主要这牵涉规则哈，牵涉规则伊要保护，主要是要保护走者啦，保护攻防啦，所以有一寡限制，你也无伫这限制以内就造成投手犯规。哦，投手犯规就一般咱咧讲 block 哈，英语讲 block。对。来第7番，吼，杨竹地的打击，这嘛是一个倒拍。哇！你看嘛，个是歹球啊，拢是变化球嘛，拢是歹球啊。所以你爱去看嘛，你爱去看伊是安怎看，伊是安怎牵呢？啊，你一堆的走者呢，你爱去保守一下啊，莫遐轻讲啊，人已经送你一个失误入去一垒啊，啊，你搁一粒，你搁送人一个出局数，是啊，安尼真正是唔对啦吼，走你应该是走你失误啦。
其实吼，这我唔知影讲这个李教练有这个体会无？我一直感觉讲咱台湾的这个传统的棒球教育吼，走垒这块吼较少注意啦。因为伫走垒来讲吼，走垒的记录无失误啦。吼，所以是我感觉是练了较少的。嘛毋是讲练了才少啦，因为吼，你即马社团内底伊的时间也无一定足济啊，所以你要练讲较济的时阵，伊可能就重拍。中坑啦哈，但是你要走垒的时阵，有可能啊，大家拢无爱练啊。这走的时阵吼，讲坦白，足无聊的，无人爱练啦。但是你也一寡，比如讲哦，咱一般来讲啊，是倒落去的话，你也搁有挂一寡走架，吼，挂一寡走架，咱模拟比赛的感觉嘛，咱讲 situation 啦，吼，咱有一寡状况吼，你就会使啦，吼，就讲一方面你练手臂，啊，一方面你咪练走垒，啊，你也比如讲你对象有较侪教练的话，你就一个教练专门来看手臂，一个教练来专门看走垒，吼啊，你也讲就算教练若较无够，你咪讲讲哦，这个先拜学长，哦，这3年啊，用来倒看这个走垒，吼，啊是讲一三垒徛一个指导员，指导教练。第八发黄阮的打击，咱的物件足济啦，但是啊，有当时啊吼，时间甲空间啊，这是。同对社团的考验啦，因为社团吼有足侪讲无场地啊，无场地啦，啊有也为要补习的啦，所以讲啊坦白是安尼啦，补习啊时间啊无法度配合啦，啊有法度配合可能是大家吼休困拜6礼拜啦。啊，配合是一个，啊配合有当时啊，因那个无爱来啦，讲是毋是安尼老师？吼，有当时啊，咱要讲，啊恁那拢无爱来啊。对啦，有当咱会来讲啊，讲哇你有当你好不容易吼，大家扣做伙啊，搁有场地，啊结果伊无爱来练球。啊所以但是啊，你若这棒球这运动是团体运动啦，咱。不但是讲叫因练身体吼，咱嘛用练讲即个纪律，练这精神吼，啊是讲加即个队友，大家要安怎默契的配合嘛，对。啊，你嘛爱平常时培养感情，吼，大家有做伙练球，做伙比赛，有即个感情伫咧。哇，即个三振吼，结果三振造成3出局，哇，即个这局。新北市同款无摕到分数。二局下半轮到金门关的打击，金门关轮到第6番，但正间。各位观众，你即摆收看的是公司台记台伫礼拜下晡所转播的棒球比赛。我是国洲，今日你邀请到李杰群李教练来到咱现场，教我做伙感评这场比赛。一球攻出二垒方向的拖卡球，也是过路，二垒手接到，传到一垒一出局。咱安尼看的时阵吼，去看迄二垒咧，即马咧牵球感觉怪怪的。是。吼，咱若是咱若咧牵球，咱会感觉用杀的，咱咧牵球爱用速的，袂当用杀的啊。那如果你若是要做双杀的时阵，是咩啊？你敢有法度牵得紧，牵得准吗？这李教练吼，你也捌带过这社团社区的吼，你发觉其实定的啦，你也软的，尤其咱带国小的啦。手臂差不多同摆，差不多放伫二垒手啊啦。对啦。啊，但是定的是较袂定的状况，会较侪一点，有当球较紧，你又讲啊倒拍啦。啊，无咱一般国小社团吼，一寡手臂较歹吼，手外野也无法度啦，吼，伊咧判断迄个飞球。啊，手外野吼，迄足食力的你啊，手臂歹，有当球捞去尔变，即吼变场内的吹破吼，3垒安打是场内全垒打。啊，你也伫二垒压好，因为你二垒后壁还有一个通查咧。对啊，所以我常常咧甲因啊社团的因啊讲吼，你若心无球的时阵吼，你同机要爱甲球动起来，你袂通去后壁，因为你后壁是无人啊，你无人的时阵，垒上的人是一直走。尤其咱外野吼，咱基础吼，咱基础的训练咧教在，咱有当咧教在外野，咱会教在囡仔讲，你后壁无人啊，所以你动球吼，垒上有人的接发。
吕上无人会接发，因为吕上有人，你有当接到你个传球啊。对哦。哦。而且你搁爱看分数啊。对，系看分数啊，分数啊是看出局数啊。这款的吼，一般是爱也要徛位，大部分拢是教练来指导啊。对啊。哦，因尤其这囡仔吼，较无法度家己判断啦，所以咱爱教练来甲辅助，帮助伊讲哇，这番第几番，哦，啊，当然你也有会较巧，伊家己会刷位啦。哦，正拍倒拍要安怎耍？啊，有当伊家己，有当球员伫遐看风景啊，啊，咱就甲讲啊。足多的社区咧，社区的人拢是足多的，好无？而且有当时去的时阵，你毋知伊安怎收的。咱有当时啊收啊叫伊我也收，伊都啊收的，伊收的线边差不多5步啦。我是是讲啊，你收安尼是要安怎办呢？啊，你若个当时啊，佮搬，坐我爷，说线边的5步，我就是讲，我就讲，你唔着爱收1垒甲2垒的中啊，还是游击甲3垒的中啊，较是重要的吧？哇，这球变化球个游掉哦，这个洪胜温吼，这两好球啊，徛喺互主审嘛，吼，甲你举手吼，命徛来目睭银哦，甲命运交互裁判啦。对啊，所以我常常咧甲伊仔讲吼，你拍不要紧，但是你莫徛咧互主审甲你判出局啦。你拍你会知影讲，这粒球是毋是好球？是。但是你歹球你莫拍，但是你会知影讲，我拍了歹球啊。你无拍的时阵，去互主审甲你也出局吼，那是尤其两好球啦。嘿，两好球。咱若知影讲这种社团社区的比赛吼，一般裁判要比赛较顺利进行吼，伊的好球区吼，伊这。K 浪吼，摔浪，伊会放较大一点嘛。要大家拢拍会到。嘿，要比赛进行啊，较紧的啦，莫讲啊一直保送吼。对哦。所以一般拢会放较大啦。啊，但是李教练咱嘛拢捌带过这种球赛啦。我有当会甲裁判，有当上大啦，有当比60寸的更较大。我讲。什么60寸的？你还不记吧？真正不记的，我以为即摆带到其他带沙滩的时阵吼。啊，这球三振啊，3出局真紧啊，3出局，金门关这局共款无摕到分数。3局上半轮到新北市的进攻，新北市轮到第9分的打击詹碧婷。这新北市的身材那种有较迷你一点嘛，吼，较细只一点，较细只一点嘛。咱就伊读倒啊，迄个话题啊，好歹球吼。好歹球啊！你主审真正唔通扣伤大啦。是。你扣伤大哦，这推啊手唔知影讲啊，教练，我都拍袂着啊！伊拢也好球，迄真正，迄推啊手拢甲你反应啊！你要安怎办？是啊，来，可能看小刀，一堆，哇！这一个真好的 play 吼。这算 nice play 吼。哦，咱看到这个金门关这个小刀，这个考试型吼，哇！伊这个接到这个。骹步手路转弯四角，这个哇，这个开气个会负呢。这是佫是伊的第1番啦，吼，1番啦，吼，所以佫收了速度吼，表示伊的第9番，伊这头迄是第9番。对，伊个游击手接的迄是对方的1番啦，吼，还是表示能力足好的。能力足好。到落去讲1番，佫收速度啦，吼。是，算讲伊的迄个刷位的真紧啦，吼。对。即马轮到新北市的第1番，曾武杰的打击。完了，头到咱甲即个李教练咧讲的吼，因为我本身我进前捌甲，因咱有当吼嘛，有当也带囡仔吼，你嘛袂使做歹模样啦，就是讲学生棒球，有当你嘛袂使甲即个裁判冤家啦。伤大声啦。啊，但是我拢会甲裁判讲，我这嘛是一种教育。我讲你判即个好球，我拢叫即种囡仔球袂使拍。这种球袂使拍，啊！你拍好球，我要安怎教？比如讲，我讲这肩胛头以上，我拢叫囡仔绝对袂用出腿啊。结果你肩胛头
进前你甲我出队啊！啊，我有当甲囡仔讲，有当吼，有当譬如讲，阮已经10-0啊，用要甲对方考倒。啊，一定扣较大。啊，叫较大啦！啊，但是我甲主审讲，你嘛看，我这是大胆呢，我是因为球较大，我较放心服气你呢。啊，这个来咱看下这个不死三失，看卖咧，来保守团一队爱护，啊，这是一个照规则吼，不死三失，保守升起来，团协一队两出局。我讲啊，这个囡仔你无来等规场，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去你尔啊！结果你拢3粒牌球甲丢掉，我看这囡仔一定目屎流目屎滴啊！啊，有当我会甲讲，主席，因阿公伫边仔咧看咧，你嘛，你若讲看规场，啊，我即马派去你尔，啊，你安尼就救，你也无害着你就无害。真诶啦，大家吼咧拍球的时阵吼，迄个家长啊、阿公阿嬷拢会足希望啊，家己的孙啊、社团啊，参与度足好的。是啊，参与度足好。但是吼咧上场的时阵吼，咱教练拢爱排时间吼，是啊。但是为什么要排时间？啊，既然阿公阿嬷来，咱吼。家长也是讲吼，阿公阿嬷看一下，阮孙表现了安怎嘛？对啊，系啊。不管是好歹，但是总比有上场。对啊，总比伫bench较好啊。对啊，啊有当吼，你家囡仔吼，放伫bench，伊嘛不服啦。无欢喜啊。伊会不服啦，啊不服不要紧，来，即马机会来啊吼。来上场，互你看卖，伊家己试只剑正伊就知啊啦。对。哦，伊该心服口服啦。来，这球讲得袂歹哦，咱看卖咧。哇，这个位置无啥好，叫倒外也接到，颜楚君接杀3出局，新北市这局同款无摕到分数，0-1，暂时输哦，金门关1分。3局下半轮到金门关进攻，打击的是第9番刘佑实。咱这个比赛哈，甲过去4届较无共的是，过去4届是由学校为单位，啊，这届特别来竞这个县市的明星队。所以咱来看哈，这个新北市是有这个自修高中。新庄高中、新北高中、花桥高中、南山高中、英歌工商，这英歌工商应该是社团的啦，那不是个专队、专科啦。新庄高中，啊个树南高中，来联军组合的啦，啊，这个金门金门伊主要是来自金门龙岗，搁着金门高中。但是金门今年来啊，一年来袂少人啊，拢是可能有。转科起来啦，因这应该自国小就开始啊，我相信啊，伊今年这个金门这个阵容啦，这个面吧，因来拍欧巴棋啊，好啊，恁应该是会袂歹。因为这因啊有小可有底哦，较免训练较尼久啦。是。啊，因啊有底时阵啊，你咧讲的时阵较美丽啊。是。啊，因啊。理解能力是啦，理解能力较好啦免讲到高中搁咧牵骹牵手。对，可能点一下你就知影讲伊要讲啥话。咱较惊就讲哇，哪咧读国小的牵骹牵手咧教迄会较困难啦但是其实咱来看啦李教练你也讲有过去观察到这个。过去也有一寡即个，比如讲乌巴旗好啦，乌巴旗有一寡学校，迄有当我认真讲，我定定甲囡仔讲啦，迄囡仔有当咧做队，因为我过去我嘛有带即个梨山高中来，咱看一球，算处理，哇，真好哦，真好啊，哇，这实在是高级动作哦。投手啊，牵出去了伊马上为一队走去哈，所以咱投手的牵球牵了的时阵球拍落去一队的时阵啊，这倒拍呢，这个考试性，这个速度呢，你看卖呢，哇，这个实在是，这手臂实在有够水的啦。球啊，投手牵球的时阵拍去倒手边，你就爱去保卫啊，不管是球紧啊、球慢啊，你拢爱
为迄个方向去啊。你第一时间也无走的时阵哦，你就袂负啊。对。所以你爱会记的，讲球若拍对倒这边，你甘愿是提早去做准备啊。是，这保卫哈，尤其咱常常咧讲有哪一寡去截土的吼。对，啊嘛帮助家己啦吼。哦，头拄仔咧手臂，因为打击的是倒手的哦，考试性，佮是迄个第一番的，这有速度的吼，结果都有法度甲抬死吼。但是伊队嘛接了真好啊，两方一队甲投手投手嘛好，投手配合了真好的啦吼，非常的好。来，三振足球结束就对啊啦，保手记唔对哟，保手记唔对去啊，我想讲伤兴奋去啊啦。我想讲这个单位拍唔对，我看是一好一歹。对啊。系啊。保证伤紧去啊。伤紧去啊。伤紧。啊，两粒好球，叫保守动作骗伊的。全部拢用骗伊。来，这球攻出去，小刀接到，但是慢慢投，会负袂？会负，out 到。三出局，金门馆同款无摕到分数，目前敢若摕到1分尔，1-0暂时领先新北市。4局上半，轮到新北市的进攻，打击的是第三番又开分。咱即马徛伫投手区顶头的，同款是这个宋一莹，新派11号。即马推啊手啊来到第二届打第二轮啊吼，大概拢差不多知影讲投手有啥物球种啊，球数嘛袂讲介紧，所以你也免去惊讲你去牵着是安怎，牵着就是干那上垒了啦吼，减少你会当安尼牵着啊去补上一垒啊，这嘛是一种方式啊。是。哇，煞随讲随教啊！这是。哎，我感觉这个李教练敢会淡薄仔偏心，因为来自新北市淡水区，所以我咧帮这个新北市小可加油。来，咱这外岛的吼，较无简单诶，金门过来，毋是坐飞机来坐船呢。对，即摆交通就方便的啦，吼，对啊。所以咱来讲的时阵吼，咧棒球吼，你要用什么款的手段上垒啊？同简单。来，你也免去惊讲，讲啊坦白的啦，你徛到碗线的时阵吼，补上。列多宝嘛是补上啊，你嘛是记一支安打啊。实际上你要用尽办法想讲要安怎上垒较是重要的。效果加一支安打是共款的啦。因为你无遐尼高拍，你无你遐高拍的时阵，你要想尽办法去上垒，想办法上垒啦。对，做要做投垒，也是要补上的时阵，要列多宝，也是要选球，也是要做头点。尤其即摆算讲，因为输1分呀，1-0啦，所以积分吼，头拄摕伫大上垒包即个吼是代表6-8分呐。对。啊，即摆咧打击的这是超前分呐。因为即摆已经拍到第二轮，你嘛知影讲投手是安怎牵的啊。啊，你要作战的时阵，差不多即个时阵，你嘛会当做作战。对。啊，有当囡仔球吼，咱讲学生球，特别是这种社区啊社团的吼，我感觉教练真重要啦。教练你也来帮助啦。教练你也来帮助，所以这囡仔可能练球的时间少，对棒球的了解也无遐多。你譬如讲，你又讲，拢拍过一轮啊，吼，啊，你那边啊好看，尤其咱有当伫休息区来甲囡仔讲，较专心的吼，人较专心的观察投手。你倒来卡毋是无代志呢，你倒来卡第一，你要观察对方的投手，观察对方的手臂，啊，甚至讲帮家己的队友加油，对啊。这嘛是一种好的教育啦，你要去观察啦，唔是讲你落咧场下的时阵就无你的代志。对啊，来，这球讲了即马较悬的哦，来，咱来看小刀，无问题，接到接杀。这是无好的啦，无好的内容啦吼，因为咱来讲，伊对咱来讲棒球的时阵，就是讲，
你一队有人呢，你要想办法甲送去二队嘛，咱个愈送愈头前，确实调稳，确实较会紧调稳嘛，对吧？但是你讲社团以后你拍全年单的机会少无？少啦，少嘛，二队安大无？加减嘛，加减嘛，但是拍到有可能拢是一地较济嘛，一地较济嘛，一地较济，你讲卡要偌紧，嘛无啥空间嘛，对不对？因为恁的内容就少啊，你讲要卡要偌紧，是无可能的代志。个卡有当个包括着讲你会晓走，你袂晓走。对，所以你要去教练去观察讲这个因啊，你有法度，伊能力有够无啊？来一球头上二队，这个又开分。咱来去看吼，保手起来，拢无要牵的表示讲，这是维护啊，表现吼伊。单纯头垒到投手都来。对，咱咧讲头垒，有的是投手的垒，有的是投保守的垒，有的是要挑战保守的较大，有的是投手抗向掠着。对，抗向掠着，你抗向掠着保守，你起来也袂负啊，所以就免牵啊嘛，牵嘛是牵有可能搏斗啊。加牵有当加了的。对。咱。定下咧甲囡仔讲，尤其这种社团社区，国小的啦，一支歹球队，我会甲讲吼，恁定定维护，唔通牵，卖个牵啊，足侪拢是吼，牵去搏斗，个三人吼，这一垒变二垒，嘿，二垒变三垒，吼，对，啊，这一来一个安打，拢乱去，迄拢乱去，迄有人拢牵到乱去，一个安打就搁开去啊，是，所以咱拢甲讲吼，这个观念的建立维护绝对嘛。这个吼，咱重要就是讲啦，我拢会交代讲，一两个脑筋较活的，吼，比如讲伊是小还是保守，伊要伫场上发，维护啊，莫牵啊，手举起来，绝对免个牵啊。但是社团社区的嘛，无一定讲，个声音嘛出遮济。是啦。所以，迄个教练咧讲就是讲吼，你爱去指派一个人啦，爱带队啦，带声。是，哇，这球车步边伫线边哦，哇，这球应该我都摕到分数啊。咱看卖这球位置真好吼，林道贤，哇，林道贤讲出一支二垒安打，三垒线边的一支安打，帮助新北市摕到第一分，1-1，双方战成平手，哇，这个6点有够好的啦吼。所以咱头拄仔咧讲吼，每一局的第一个走。第一个打架是拢通重要的，伊头拄是保送起哩嘛，是嘿，了搁一个投垒嘛，一支安打2分啊，所以咱去棒球就是讲，你得爱想办法，甲你的垒上的走架呢，里头那杀愈杀愈活，愈杀，一垒杀到二垒，二垒杀到三垒，三垒我就准备要倒去厝的啊，对，文艺班叫做放，我就要回家要倒去厝的啊。所以头拄啊，迄个四番的打架，无拍一个内野弗莱波，就无成功啊嘛，所以一人出局，教练就做一个投垒嘛，投垒的战术，甲一支安打来甲你简单就1分啊。因为你人伫一垒走架伫一垒吼，要摕到分数足困难的啦，但是咱唔通讲，一般咱讲二垒以后就是叫做得分位置 （scoring position） 得分位置啦哈，就是讲一定要到这个二垒哦。啊，你二垒一般你也讲啊，力度好，因为现在讲伫二垒加三垒有当差不多，就是讲二垒的力度会较大啦吼，因为伊小度跟二垒吼，跟细干度，伊本身在手臂嘛，所以你二垒用较大，特别是两出局会搁较大，所以有当两出局一支短啊哈，一支短啊安打伊就法度倒来摕到分数啊，来一摆2好，第6番的打击。这个金门的这个先发投手哈，这个阿英吼，伊主要就是球速无够紧。对啊。伊也讲有一粒足紧的吼，伊的变化球会更较有威力啦。对，咱安尼讲就是球速啊，统计是100啊，慢的差不多91啦。这个差距无讲介大。是啦，你讲极限嘛是110啦吼。对啊，差20吧，20无讲介大，但是佫唔讲介准啊。佫唔是讲介准的时阵，所以推下手你免烦恼了，你就是照拍直球就好啊。是，你的经理的，伊的买球选掉吼，买球选掉。
啊，另外啦吼，另外像这种类型的投手吼，哎，这是咱社团较定来看的啦。有当就啊，足早就摕到2粒好球吼，我也做三道扣子，我拢会叫吕上的走者吼来准备走啊。伊后一粒变化球啊，后一粒就是变化球 breaking ball， 啊个定定因咧变化球拢会吼，去涂骹去，嘿，咱去涂骹，咱讲咧掘番薯吼，去掘伫涂骹，哇，哎，这类有够好偷的，嘿，哦，啊，这我讲这就是经验，哦，哇，拍了真水呢，哇，那伤足浅，哇，拍一个哦吧，哇，这个一支二垒安打哦。哇！你讲咧，伊这个圣达哪会去守这个位置咧？哎，即马这个离了6番的时阵吼，你江湾头底你袂当好长啊。是啊，你一守遮浅吼，你6番，因为咱头拄仔咧讲的吼，4-5，这是情侣的打者啊，中心打者。中心打者你袂当守伤浅啊，你江湾底互伊长的唔通互伊啊。对啊，你啊底互伊嘛是。底互伊一堆安打，无顶还佫有机会摕本垒的哦。对。后你也讲较打较好咧，有当有佫摕到本垒的哦。较打较好咧，啊走者脚程也较慢咧。来即马轮到第7番吼，杨竹地。所以我想无咧，因为咱一讲出去，咱哪会即个圣达哪会去守伫迄个位置啊？因为咱若咧讲吼，咱。做教练的话，实上吼爱去注意讲这外野徛的是切，一直徛位啦哈。我定定拢甲伊若讲吼，你莫认为讲受遮切。我啊，佫一个失误，哇，这个失误可能还佫4分啊哦。这个纯粹是这个二垒的失误啦。这就是来咱李教练甲咱讲者，伊这接球的动作吼。接球的动作，伊的时机啊，甲伊的迄个。接球的点完全唔对啦，完全唔对。但是你拢无接到球，你若讲啊，你动起来牵一队，你有可能走是出局啊。因为这安尼接球是无好，因为你是咧博运气的啊。对啊，你博运气的。甲挡伫身躯头前，其实抬一队嘛有机会的啊。这第一个就是安尼，第二个就是外野你伸到球了，你拍了这个球。因为咱头拄仔讲，二垒的走者咧，你拍到倒手平，他一定走。一定走嘛。一定走的时阵，所以你外野伸到球，你无必要牵好门啊。是啊。你已经袂负啊，你搁牵好门的时阵，一垒的走者会搁走二垒啊，造成讲你两边的失误啊。对啦，两件的啦吼。啊，这种的有当是讲探团吼。对哦。有当探团这记录看袂出。对哦。这爱咱家己记score较知。对。探团你记录你袂记失误啦。哎，这就讲包括咱讲走垒啦，走垒就无失误嘛。对哦。哎。所以咱咧看是讲，咱看较有的就是讲，你该互人，你就爱互人啊。是啦。啊，你爱守，你爱动，你就爱头拄仔咱讲的，啊，咱该互人啊，互人爱动起来，爱动起来。这有当我咧带社团的吼。尤其到高中啦，到高中观念较有吼，也较成熟啊吼。我会认为角度最重要。只要这个，因为角度你也头脑较清楚，你先球，我先角度落来。角度伊就最清楚讲，伊球到底是要要杀好，还是讲要去砸内野吼，要去砸二垒、砸三垒。这就讲角度啊，比如讲，所以这个小跟 scan 这真重要啦，吼，你读甲爱真清楚啦。这是球队的重要的任务啦。这中线啦，咱讲这中线手臂啦，吼，为保手、投手当然免讲啦，吼。这个二垒游击手啊，到这个胜打，吼，这个中线是非常的重要啦。就敢若讲每一个棒球啊，每一个棒球队内底中线是同重要，因为中线是球队的同重要任务啦。因为爱你手臂机会吼，状况做的特别较多啦，吼。来，即个打球的第8番黄宏恩，其实我认为啦，吼，这个像这种状况，金门关的教练应该花点 time 啦，先吼，因为这是来讲嘿，哦，伊若喘一粒气的啊，哇，一粒共款吼。李教练讲的话，你拢无爱听，搁徛咧看。哎呀，这是因为大家拢唔知影，我是唔知影嘛。有可能唔知影，你差不多，因为你差不多就爱拍掉，你袂当徛喺度。两条好球啊，你就算无介意啦。你嘛拉伊萨，嘿，你甲拉伊萨，你甲拉掉啦。拉掉啦，吼，甲拉掉吼，咱这代志这真吼，这句话真活啦。咱一般。国语是讲吼，华语是讲破坏啦、破坏啦，吼，啊有诶讲哇，你这捌搭足黏诶啦，吼，啊你讲甲拉掉啦，吼，就是讲至少摸着球皮嘛好，吼。
啊，你头拄老师讲的讲吼，啊，迄个时阵爱画只暂停，我感觉认为爱，因为刀手喘一下气。是啊是啊。因为你安尼看吼，伊安尼即局牵20-30了去啊，说免喘一下气的。是啦，啊，另外就是讲，我那等这个对方的气势，因为是15嘛。对啊。对啊。咱讲有当讲爱怪一下气咧。对，当时啊怪一个，咱定定讲啊，迄是毋是对方的腿啊无好啊？还是对方腿啊检查者无？是不是？哦，无嘛爱讲有嘛吼，还是暂停者有当时啊，咱比如讲有当时啊咧拍社区时间要到啊，我迄天啊去看社区的时阵，我讲暂停。探者吼，因为咱都咧算时间啦吼。来。讲卖，迄就是讲，咱教练爱想，伫咱即个规则用稳的范围内，咱去帮助球员啦吼。啊，当然有当嘛袂用做歹模样啦吼。有当滚绳球往滚绳球哦，嘛袂使。有当卖讲啦，有当教练无想要算囡仔，当下咧读甲当下乌乱动咧，哎呀，来。哦啊，有诶，就是讲囡仔吼，尤其我看一寡较规模的。球队较侪吼，比如讲建中、师大附中，因一寡队伍吼，因会去记即个对方捌打犯错，因定即个错位打序啦，去夹对方的捌打拍唔到伊啦，来即球。所以有当时啊做记录吼，就是同重要，就是你做记录时知影讲倒一个有拍，倒一个无拍。对吼，爱当减少无必要的损失嘛，你掠到对方的出局啊。是啊，哦啊个提出来时机嘛，最重要。你当时爱提出来你要有拍完大了，对你有损失的较出来对，你看你唔通无意，唔对啊，第一个就出来啊。是，来咱看卖咧，小刀接到，传一队，好球。哦，好不容易哈，3出局，但是18-4咧，这局摕到3分，目前颠倒领先着金门县2分3-1。4局下半，轮到金门县的反攻。金门县因为伫这个顶半局失去3分，目前颠倒输予新北市2分。各位观众，你即马收看的是公司台语台所转播的2023号南华杯高中棒球邀请赛。我是国洲，今日你甲我做伙配合监评的球评是李杰群、李phong華、李教練。大家好，足久无看哦。来，咱看摆咧，这拍击二垒传到一垒，这个二垒的动作可能道奇爱搁练一下吼。这李教練头前甲你讲啊吼。这种的照你讲是爱顺势用摔的就好啊啦吼。你敢若用杀的安尼吼，你看安尼新球安尼，哎呦，杀的安尼较无球速啦，较袂稳定啊吼。啊，而且你也讲要做相杀吼，结束你这个动作嘛伤慢啊。较无这个空间做相杀啦。靠这个snap无，哦，咱靠这个手腕甲出出去的，顺势甲出去就会使啊吼。来，这球哇，杀到砸了水。传一堆，哇！啊，这个那刀架无走吼，这运动的精神无讲介好哦。这是无好的迄个行为啊吼。是，你也看嘛吼，这应该是先到投手，咱看卖咧。是，这不是先到投手啊？啊，18，哦，不是18号是杨振伟，先到投手是11。是，这是无好的迄个行为啦。咱不管安怎吼，你不管拍了好歹。来安打出现啦哈，这个开始投手替家己讲出一支先打头前的安打。不管你拍了好歹啊，你一定爱走到一队去。是。所以这是一个精神啊，这是一个礼貌啦。哦，你嘛唔知影讲，你若比如讲你足认真走的话啦，有可能头拄咱看的3垒迄个牵1垒，
目前了解无好势啊。是啊，那你若走足紧的时阵，伊是咪愈来愈紧张？愈紧张的时阵，伊稳定性愈无好势的时阵，伊造成的失误会愈有有可能会增加吼。啊，有当落去吼，你若走了好，应该加走一。加走一地呢，失误变甲利率呢，一人出局呢安尼。嗯。一人出局就走到得分位置，对啊，差得多啊。这种的吼，这种的啊，咱一般有当咱要教育囡仔，有当伊也走你这，我就随我落来，我就随我落来。但是你要去无错啦，你是会换来着，但是你有当时啊，因那的徛位甲因那的数位啊，这是。咱会当做检讨，是啦，系啦，吼，会当做检讨啦。我来讲啊，我搁互你一届机会，是。啊，你若搁安尼，我以后拢安尼换法。啊，这个一届机会，互大家拢知影。是，哦，莫一个，我会感觉就因为我莫讲一个，甲你换来，就是讲你换来是当然你是要，互伊讲你袂使做的，但是人嘛无遐济时阵，你要换起来。对啦，啊，当然你要考量啊，你要考量到你的，这是一个搏斗吼。这搏斗。这个阿英趁这个搏斗，打上利率的女包，咱有啦，咱教育囡仔吼，咱有咧一句话叫做不教而杀谓之虐啦，就是讲我要甲你处罚，一定先甲你讲过，甲你教育过，甚至于讲甲你警告过啊啦。哎，哇，这球飞棒落空，3失3出局，结束了这个8局。金门关共管是1-3输予台北市2分。4局结束，哇！这个新北市3-1，暂时以2分领先着金门关。咱即马先请咱这个李杰群李教练，甲咱做一个中场的评论。李教练，今日是一场足好的比赛啊！前4局啊，第1局的部分就是一番上垒造成一个二垒安打入1分啊！重要的时阵呢，靠着呢中心打者入1分啊！中间呢，金门关的投手呢，第4局的时阵啊，嘛毋是讲牵了解好势啊，因为第4局的时阵一开始就开始补上了安打啊，造成中心打者甲一个安打的连串造成今日搁入第3分啊，3分呢变成讲即马比数变3-1啦，3-1的部分就是因为投手控制能力咱来看就是讲金门的投手11号的投手，因为第4局的时阵体力有较落行啦咱来讲4局伊差不多牵70几粒啊。第4局的时阵，因为一个补上开始造成一个大局造成个垒上为重要的时阵对方拍安打入来所以造成即马3-1的结果但是咱拢知啦咱拢知讲，因为比赛较中段呢尤其差2分，其实上要输上要赢其实也无一定啦，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社团是社区的比赛痛惊就是失误啦尤其伫这个尾十，是讲分间接近的时阵看上失误会较少，机会就应该会较大啦咱今仔当然非常欢喜，邀请到这个李杰群李芳华教练来到咱现场咱希望伫这个尾3局，应该听到伊较精彩的评论比赛马上就要来进行咱小小一个随到5局上半轮到新北市的打击，新北市轮回第1番曾武杰，哇，这是算讲第3轮的进攻啦但是这个一番呢，今日两届的三振，咱安尼咧看的时阵
迄有当时啊，咱安尼讲 1 2，你要拍什么球？老师，你感觉你要拍什么球？你讲，你也推下手啊？1 2啊，1 2啊。你即马讲的1 2是 1是排球啊，好球，因为一好球啊，一粒好球，两粒歹球，一粒好球，两粒歹球，一粒好球，两粒歹球，这一球嘛。对嘛，啊，你要做攻击嘛，你操这个一粒歹球，啊，一粒好球，你要攻击，你就要攻击啊，你要选，你要选，所以你推下手的攻击的思考能力啊，做改变一点嘛。这包括讲，即个讲投手吼，佮打击的双方的斗智啦，因这个斗志啦，你叫读壳啦，吼，这拢总有12种吼，12种的球数。啊，你打者还是不管是打者还是投手，你都要去注意着讲，倒一种球数是对打者有利，倒一种球数是对投手有利，吼，这都要记啊清楚。哦，就爱咱一般来讲的讲，哦，你是领先哦，还是落后哦，这爱先思考啊好，诶，哦，啊一般咱来讲嘛，咱讲哇，这个两好无歹，哇，这就是投手球数绝对的领先，这种一般咱就是有一粒，咱会投较开啦，投手会投较开，还是讲投一个变化球来甲掉，来甲拐，哇，这个4粒歹球，选到4粒歹球保送。其实这嘛，唔是选到4粒歹球啦，这纯粹是这个投手牵袂准啦吼，牵袂入去啦。因为投手即马粒数已经来到要将近要80粒啊。是。啊，80粒的時陣吼，應該差不多愛換投手啊。尤其種嘅社團吼，因體能較無法好。對。比賽經驗嘛無較豐富。因為準度無好勢，你補上了濟，你粒數就濟啦吼。對，用球數啦吼，即咱咧講哦，來咁樣好，哇，這林立嘛哦，出腳哦，出腳哦。伊即個比賽吼，伊即個比賽有我有電視輔助判決，吼，我來因調整的啦，吼，咱來看賣一個哦，來保手，哇，保手看起來那這就是咱頭拄有講吼，兩人坐裁判，有當有一寡時間。有好有歹啦，吼，有好有歹啊，但是伊嘛無做迄個電視輔助判決呢。是，伊嘛無去邀請，無去向申請着這個輔助判決啦，吼。所以教練你也足清楚講，這個時間點呢，你有法度無？對，因為有一寡限制，就講你啊有當有挑戰次數的限制，就講啊你啊挑戰失敗啊，你就失去這個權利啊。你等到講啊真需要的時機，你煞無迄個權利。但是我感覺這個時機是真好的時機啦，吼，因為你即馬是3比2領先的時陣，你想要輪到你後一番去哩嘛，一番表示就是你的卡丁算袂歹。是啦。啊，你卡丁袂歹，2番作戰3番、4番、5番會當做攻擊嘛。吼，咱安尼咧講，這是有討論的空間。對啦，係啦，這會使安尼看一下啦，吼。啊，當然有當會先去問囡仔啦，吼。但是有當時啊，囡仔攏會甲你講無啊。哦，有的囡仔袂哦，來，咱看覓咧，一個正外野接殺，哇，真緊吼，這個5局上半真緊就2出局。出局的是第2番嚴楚君，因為一個迄個走壘的信號啊，啊，佮一個外野胡來安尼兩人出局啊，所以吼，咱愛愈後邊的時陣，愈愛去盡，愈愛謹慎啦，愈愛謹慎，愈愛細膩啦，對，攏愛細膩啦，你袂當講哦，凊彩啊，凊彩出局，即是凊彩就出局去啊，吼。有當比賽，傷可惜去啊。有當比賽就是差1分，對，差1分就是差，有當就是差佇迄個出局咧。對。咱即馬金門關牛條內毋知有投手咧燒無？吼，咱牛條就是講補片，華語講牛棚啦，吼。其實咱即個李鴻華、李吉群、李教練，伊過去就是定佇牛條內面咧提名的，咱看覓咧。好，哇！這球接了水啊！盛大接殺3出局，新北市這局無摕到分數。
高局下半轮到金门县的进攻，打击区的是第7番洪胜温。咱顶半局有咧讲到吼，这个李教练过去伫这个扑落吼，伊是主要担任着这个后援投手，所以拢是定定伫这个牛条内底咧提名的啦吼。伫牛条内底。哦，这个安尼其实是在有当真忝吼，有当足忝的。有当你着哦，有啥物任何风吹草动，咱着爱接到电话，咱着爱起来当下烧啊啦吼。随时爱准备。准备啦，随时爱准备啦。咱即摆看着投手啊，已经小可有丢筋的现象啊。丢筋啊！天气伤热啊。伤热啦吼。哎。啊，这个防止丢筋有啥物方式？防止盐片啊，无你知你还未比赛进前哦，你啉水啊，你提早啉啊，你搁热着是搁要啉的时阵袂赴啊。咱定定讲，我定定咧，当时啊，你嘛咧带社区啊，是讲要带社团的时阵啊，先啉水。啉啊，补充水分哈。先啉水，先啉两喙，我开始甲做热身啊，是要搁做啥物物件？哎，你先啉落，莫甲你讲到尾啊，你无水，你感觉喙焦，甲啉就袂使会赴啊。啊，所以这丢筋的现象，可能就是你家己爱去注意讲，你是毋是爱食金蕉？金蕉啊，迄个运动饮料。运动饮料。啊，运动饮料对。啊，运动饮料你会当做稀释啊。嘿，你莫发渴啦吼，你甲透水啦吼，透水对，较袂遐甜啦，较薄的。透较薄的吼。咱安尼看吼，这牵的时阵啊，小腿已经小可丢筋啊，所以哦，咱咧出力的时阵吼，一定会疼。一定会黏力啦，会黏力，所以你牵的时阵内容一定是无法好势啊。你就会记力啦，哈，对，会记力啦，哈。因为你去闪迄个疼的所在嘛，对。啊，闪疼的所在是因为你牵球就做改变啦，是。所以这吼，咱这个李教练吼，伊凭伊过去丰富的经验吼，会使提供咱球员来做参考啊。哦，我感觉讲，所以李教练你担任你是本身。自细汉就减烧，因为咱拢知啦吼，有个囡体质的关系，有个囡仔咧烧足紧的，好，有个囡仔咧烧足慢的吼。咱先来看这个场内洪胜温吼，受到这个洪胜友的三振。因为本身啊，我家己咧看，本身我的身躯啊较烧啦哈，较烧啦，咱温度较烧吼，你的热身较紧啦哈。哎，哦，啊，有囡仔真慢烧啊，有囡仔袂讲哦，伊并无法容易烧哦。哎，对，因为本身我家己就是体质的问题啦，体质我本身就是足紧就烧啊啦。啊，像有当时啊，即马你若咧带社区的时阵，要牵互伊仔拍，我当时牵2-3粒啊，开始啊，教练讲。开始啊！我讲开始啊！教迄个囡仔就讲，你怀疑讲，教练你烧袂？你烧袂？我讲我烧啊！你搬哪有法紧啦？哈！对哦。所以有当时啊，迄阵啊，我会记得迄阵啊，我搁咧拍扑罗的时阵吼，我咧迄阵啊咧凉棚的时阵，有当时啊5-6球的时阵，状况来的时阵吼，教练都电话来讲，啊你烧袂？我讲我烧啊，我烧啊。啊我迄个牛棚的教练讲。你确定你烧啊吗？确定你烧啊？我讲我烧啊，你甲讲。伊搁甲我问一下，你确定你烧啊吗？我讲烧啊。啊，教练甲我讲啥？等下你若上场的时阵有出事的时阵，你莫杀我。我讲你免烦恼，我已经烧啊。因为每一人对家己的烧的路，烧的家己的状况伊同了解啦，同了解嘛。所以我足紧的烧，我就讲教练就感觉足怀疑的。所以有当时啊，教练就讲，你到底是准备好势？我讲我准备好啊。你甲教练讲我准备好势啊，我就去啊。所以随时定定来讲吼，啊，咱去找热身足紧的，当去做中继投手。做这个，吼，即咱讲这个后援啦，哈。对，因为你紧嘛，你紧的时阵就表示讲，你随时你会当上场嘛。但是你若是慢的话，你个要拖咧，啊，就袂赴啊。咱要拍位爱啥？急速救援嘛。你的时间爱把握这时间呐。对。啊，所以咱有当咧看吼，我之前嘛我咧讲就是讲。有一寡吼，咱咧看扑落比赛，有当总教练要换投手哦，伊慢慢啊踅，对哦，伊就牛条的投手也未烧咧，伊就慢慢啊踅，啊踅去搁大家问一个，讲一个，讲一下话咧，大家了一个，迄就是咧拖时间，迄就是咧争取牛条投手迄个加牵几粒嘛，烧的空间，哦，啊，大家拖来，啊，甲慢慢啊，甲手举起来，看是要举正手，举倒手，对哦，通常时啊，讲是正手是倒手的，对啦，是，啊，这个4粒排球保送吼，轮到金门第9番
刷尾仔车，老有实的打击，老有实第一次的打击是30。咱来咧看这个打架吼，因为你咧看的时阵，你有看到头前骹拢是刷。咱来刷的时阵，伊拢拍着，伊拢想要拍球，但是伊拢挥棒落空啦。是，所以咱咧看的时阵，就是这个推下手伊的头前骹的问题。咱观察到这个吼，咱看到这个头前骹吼，啊，其实来讲一个好的打者吼，咱一般讲愈好的打者就是讲伊的重心。爱愈留伫后壁，时间愈久愈好。对哦。啊，但是你若讲留愈久，球看愈入来，其实你摔腿啊，你嘛爱较紧的啦。吼，你免讲看愈久，你摔腿啊，哇去跌掉啊。真可惜吼，两好球啊轮到交翻，结果保一个保送，啊差不多这个时间咱换投手啊。是啊。因为伊头拄啊丢金嘛，丢金嘛，啊即马牵到呢应该会当接受啊，因为我安尼讲就是讲，你投手已经牵到。5局啊，即摆目前是3-1的比数啊，所以你看的时阵，你个法度是胜投啦。是，咱即摆讲的是胜投啦，胜投即摆个有可能有机会啊，看后壁我都甲收起来无。但是有当吼，我拢伫即个社团社区的阶段啦，我是安尼鼓励囡仔，我拢甲囡仔讲，其实球队的胜败较重要啦。吼，啊，恁的胜负的吼，你毋是咧拍扑路的啦。我讲你毋算，有话大家讲教练毋通甲我换落来啦。我换来我胜投袂，我讲你毋是甲你教练共我咧拍扑路的啦。这无法并无法重要啦。吼，有当球队较重于一切啦。赢较重于一切啦。是啦，啊有当咱坦白讲，有当讲我教练我完封，我讲啊你毋爱看你完封的对手是啥物款的对手，完封即种。无基础，啊，佮无爱咧练球的队伍有啥物好骄傲的？吼，尤其高中我人讲啊，讲即支球队根本就无咧练球。讲教练你若知伊无咧练球，我你看赛前的开始某才落一粒，遐落一粒，即种球队代表是无咧练球啊。教练嘛有赢球的压力啦，吼，莫讲无啦，吼，因为我做这带社区还是带社团，拢希望球队出去比赛拢会当取得好成绩啊。但是啊，这好成绩就是希望大家选手会当配合啊。是啦，啊有当看啦，咱是希望要赢球啦，但是我我有当甲囡仔讲哦，有一寡杯仔赛，坦白讲吼，迄输赢无遐重要，我当拢会希望借有这个机会吼，学输球，学得到教训。有当输球，我会比赢球较欢喜。我就跟囡仔讲，我有当讲啊，恁赢球赢到莫名其妙，哦啊，等到哇，比如讲输球啊，输到莫名其妙。啊，你也当到一支球队，哦，比如讲哇，恁的手臂啊做好的，但是对方都派一支做好的投手，结果1-0、2-0输去，我讲不要紧，我讲恁拢表现了真好。对哦。啊，去看内容嘛，去做内容来做检讨嘛。来，这个新北市吼换上第2任的投手林冠芬，林冠芬来接替这个洪新友的投球。林冠芬5号。即摆佫轮到一番啊，做打击哈，当他大出啊，拍落去正手柄啊。因为第一届打数是一支啊，李瑞安打。林冠芬是来自新北高中的学生，目前高3，这应该是今年升大学。来，咱来看卖咧，1、2有人一出局，一款哇，这球，哇，这球界外有出墙啊无？啊，做一支界外好不啦？拍了真远啦，吼。所以咱头拄仔咧讲啊，一好一歹球的时阵，你得爱去攻击啊，免去惊啦。你的出腿啊的欲望啊，气度心嘛，吼，爱足强的啦。哦，特别这种迄个得分位置有人吼，有当教练是需要这敢无包括？顿一下吼。这投手教练伫遮咧吼，咱这个李凤华李教练，其实这个拢有包括的嫌疑啊啦吼。对。照你讲是讲set到做好吼，干那
干那这个阿妈棍顶头会使叮当尔啦。对，你若连喘气，佮更加气力佮热，人就要甲你抓，啊，你要抓我，所以头拄仔迄个动作吼是足无好的。是。啊，但是咧，两个啊，因为咱两个裁判吼，你较无法好做拍打。是，做判。其实我是有感觉讲安尼啦，因为学生比赛咱定来看着讲裁判吼，咱裁判第一个应该警告，吼，是说甲教育一下，甲讲你这个动作吼，后一件我要底下你要注意哦。其实你也看吼，这定落来吼。咱头拄仔搁来看咧吼，前一粒的时阵啊，李蕊迄个走正吼，咱安尼看的时阵是讲。你咧安全的距离就好啊！你要无必要伫遐走来走去。啊，伊若走3抓，你唔要缀3抓。啊，我一队若走30抓的，比如你过来走10抓，安尼就无理啊嘛。是啊。所以你安全的距离你煮好的时阵，你目睭看到李蕊嘛。是。啊，你后壁的时阵，一蕊的指导员会甲你看，会甲你讲，所以你咧李蕊的时阵，你也去讲你的。距离是不是安全的？哦，莫得走来走去啦，那是浪费时间呢。法斯扣子跟沙德扣子拢会甲你讲。对哦。一堆教练、3队教练都甲你讲，哇，这球有了，哇，墙啊边啦，接杀，哇，这球够可惜的。但这个李队的走者哦，趁这条高飞球推送到3队，哦，这条球。关度有较悬一条，即个若拍较平吼，就别你啊空有可能就是离分哦。可能出去哦。对，你看咧角度就伤悬去啊吼。伤悬。啊，伤悬的时阵有外野有空间会当做准备啦，做准备是做新球啦。即个若较平，咱讲定定个伊若讲吼，啊你要拍悬还是要拍平？我讲拍平啦，要拍悬。悬的时阵100粒头死100粒，平的时阵可能就判断能力无好的时阵，你加减嘛可以成功。拍悬。敢若有一种可能，飞足紧的，飞足有够力的。但是要跑足有够力的嘛是少的啦，足少的啦。除非你是真正讲正到，正到较有啦。咱安尼讲好啊，可能超100粒，甲拍球10粒，是啦，一成尔啦，一成啦，对不？所以机会真少啦，真少啊。咱一般拢甲囡仔讲爱拍平啦，拍平啦，吼，拍较实啦，吼。来，两出局，轮到这个洪家运，心情10好，啊，咱这个李教练吼，伊应该嘛拢甲我较有了解，就讲这个学生棒球10号就是队长的号码，好啊，总教练就是穿30号，助理教练28、29，啊，一般啊27这应该拢是管理啦，吼，学校的管理，有可能是体育组长，啊，是讲学校的这个训导主任因来参与这球队，因就穿27号。洪家运的打击，因这个比赛一队拢总会使派出18名选手。所以头拄啊，这粒球啊，你看咱头拄讲 no two 啊，无两个歹球啊，啊那个歹个攻击咧，这足可惜哦。这粒球红，你拢无攻击，你也无想要拍，安尼，哎，是真可惜是啊吼。投手要靠你牵红中。这个动作，李教练敢无迄个啊？这无啦，这因为退卡不要紧啊，退卡是不要紧啊，退卡不要紧。但是这拢是假做的啦。来，这球哇，煞直接攻击3度的手套，3出局，金门关非常的可惜，留下13队的战队，咱小小一下，马上过来。6局上半，轮到新北市的进攻。新北市轮到第4番，但亦有的打击。各位观众，我是吴国洲，今日邀请到李杰群、李phong华教练来到公司陪伴咱，伫礼拜下晡来欣赏这场高中社团组的比赛。这是2023第5届3号南华杯高中棒球邀请赛。哇，咱这个李教练吼，我感觉伊
较了不起啦吼，较特别的，主要是吼，因为伊的身材毋是讲迄种高强大汉，哇，即球去哦，投手甲砸落来。伊毋是高强大汉，但是即种球，我相信李教练古早即种嘛接做做的啦。应该安尼讲好啊啦，你若是醒起来就出局啊，但是你无醒起来，一律就佫是一个人啊。所以咱定定来讲吼，因为美国人甲日本人就无共款，甲台湾人嘛无共款。为什么？美国人迄是重球速，无咧手臂嘛，所以咱亚洲即个国家就是有足侪就是讲短打。短打球，但是美国人呢，根本拢是咧攻，拢无咧点嘛。应该安尼讲啦，吼，这我甲李教练交换一个意见啦，吼。我是认为讲这包括日本啦，就是讲日本跟台湾的投手会较强调手臂啦，吼。譬如讲头拄迄种球，来，咱看卖先来看这个球过去，哇，这只啊惊险，所以吼。这嘛是双手的真个，一条、两条、三条、哇，这真趣味吼。这若无神着，可能就3垒安打啦吼。这个洪胜温吼，这个金门关正外啊手，哇，咱这个手臂真趣味，咱过来欣赏一件吼。咱来看卖咧，接到哇，哦哟，这手甲骹，手的目睭吼，真正这协调性真好，对，吼，这真活啦吼。哇，真紧的能出强吼！我头仔咧讲即个手臂观念吼，因为日本尤其咱扑落的啦吼，扑落美国是讲即种球有可能会造成危险，我投手是球队真重要的资产，所以我无必要为着即粒球去。吼，这接起来吊伤，有当一吊伤，我有可能是规吼，规个就是报销伊啊，吼，啊是讲我爱休困，所以因扑落的观念吼，你嘛知影讲即个美国这腿啊有当攻出来球足强的，所以因有当会希望讲你就无必要啦，这有当去就是互一堆安打，这有当讲我无接到即个。这意义甲我补上一个球员感官艺术，所以因较袂去鼓励这个吼，这个投手去硬要去接这种球啦，吼。这是当然，当然嘛是有一寡投手，伊嘛是做饼事的啊，伊嘛是讲我本能反应嘛。我用手甲你抓。我本能反应啦，一般是袂讲较袂建议用手啦，爱用手套啦，因为你手无迄落啊。吼，这是。咱若即个东方的啦吼，就是讲日本还是台湾吼，我感觉即个观念可能嘛那甲古早个，因为古早也无扑落的时代，因会感觉讲即个投手是即个场上吼第9位守备者，伊爱随时做好准备啦。来，咱来看卖咧，二队砸落来，嘿，有机会哦，传一队，哇，这是。走者嘛有真骨力走啦吼，对，这个小叶成，来看嘛，这是算应该记15啦吼，这15啦，都当咧头前啦吼，当咧头前，哇，伊球吼，这粒球像这个李教练之前讲的哦，伊一扣起来，莫搁提起来，伊一叫用摔的，可能会较会负吼，伊就球莫搁提起来，经过咱讲过肩呐。来看卖咧，哇，这得理不饶人哦，太辛苦吼，当然，因为即马吼，伊这已经到尾啊啦吼，因咱即马拢知讲这个高中的棒球拢改7局吼，所以第6局已经，所以足侪机会足侪啦，是啦，但是我看无即马安尼这推啊手搁甲。腿啊比出来，什么用意？我感觉这做就是抹杀啦，但是佫无成啊，佫无成啊。咱看的是手打，但是佫无啥成啊。有当是讲咱在讲手，有当咧比的是手拍啦哈。对啊，但是伊比的佫无啥成啊。来，这粒搏头吼无接到，球过去，无手后壁，即马这个。走者已经踏上得分的大门口啊！3粒排球，后去过去后壁去弄到裁判啦哈。
这个主审嘛真辛苦，因为这天气真热吼，你看因这个装备安尼穿甲杂内面吼，这徛一场落去，这衫唔知换几年啊，啊，但是主审佫袂当闪，袂当闪嘛吼。哇！全班守备位置1361。人去弄到街边遐咧，啊，无保护的所在啦，吼。 136113啦吼，这咱电下咧看棒球吼，伊就是投手吼，投手去一垒吼，一垒去小道来投手，这就是伊的后援投手，换上这个柯书成。 这投手啊，算因啊内底啊重要的人物啦，会当拍，会当守啊，佫会当吼，同重要的时阵，佫会当起来牵这算迄个超级讲巨人啦，因讲这个二刀流啦，不离个讲伫这个学生棒球二刀流无算啥物啦，因为咱拢知啦吼，伫这个学生棒球，我都担任投手吼，一般拢是运动神经非常好的，大部分吼会投拢会拍啦，真下你当着讲。 会投袂拍，这种较少啦，吼会讲的无一定会投啦，但是会投一般拢会讲啦，吼，这是伫咱学生棒球吼较接看到的现象。来，医生继承这个先发投手吼，这个阿英吼，伊的球数啦，因为头前伊落场的时阵是，伊是3粒歹球啊，对，3粒歹球牵100粒啊，嘛差不多爱换人啊啦，是啊。 好，保上哈，即嘛13垒有人，咱这个学生棒球啊，看了久哈，这种的13垒有人，就是一个双头垒哈，双头垒的好机会。双头垒的，咱来讲双头垒的假跋倒，还是碰碰，还是走到一半停起来。是，哦，所以这是足大啊，这是要看保守伊能，但是即马来看应该是无啥可能，因为是。 倒手的咧拍，对。你若讲若是正手的打者的时阵呢，伊如法度做头垒啊，因为保守啊，袂去看到三垒。但是即马这种社团的有打吼，嘛是会咧看，无咧插伊啊。无咧插伊啊。因为社团组的吼，伊有打这个保守的能力，你讲要去太二垒的本领吼，能力无好啦。好啦吼，咱拢知影讲，其实咱双头垒，李教练咱这社团社区带久啊，拢知啦吼。主要三垒这个走者是要安抚队友啦，毋是真正要倒去啦吼。但是我有当时啊，卖甲推下手讲吼，卖拍，好来，哇，一个正外野手接杀3出局，新北市无把握到这个2-3垒有人的好机会，嘛是无摕到分数，目前3-1，咱小小者，马上过来。 六局下半轮到金门县的进攻，金门县打击的是第3番洪冠优。哇，李教练，咱看这顶半局吼，这新北市本来有一个真好的机会，2-3垒有人啦，结果煞无摕到任何分数。我看咱讲这个，一般咱来讲这比赛有哪个较犀利，这气势有哪会走去对方过？对，无错啊！咱安尼看了就是讲吼，你该得的无摕到啊，但是吼对方有可能啊把握啊后一局啊，可能哦大量的得分啊，这局啊就是可能就是关键。哇，当来讲关键尔，结果一起来尔，就一粒 hit by pitch 夹到人，即马第3番洪冠优免费打上一垒垒包。愈到后边的时阵，局数的时阵吼，第一个出局啊是每一局的同重要的代志啊。因为你减少一个人上垒，你就有可能就造成一个出局啊。所以我定定讲话，第一个要注意哦，莫去上垒哦，啊收尾收起来哦，这是互提醒大家拢知影啦。是啦，尤其咱这个哇，啊，搁一个爆头，
个这个搏斗等于讲一开始就送两地啊。吼，咱这个李杰群、李phong华教练吼，伊过去担任着这个后援投手，有当定定起来就是讲垒上无人，吼起来有当家己的队伍领先1分啊2分，所以你起来有当迄个第一个就最重要，是真正最重要。咱常常讲棒球吼，你袂当吼有一个失角差，咱常常爱手出局就是爱出局啦。是，咱有当咧讲蝴蝶效应啦，吼，咱讲这个蝴蝶效应，吼，有当讲即马敢若。一个失角差尔，哇！这后壁一发不可收拾，吼，咱嘛会使讲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吼。对，咱常常咧讲吼，这棒球吼，有可能吼，就是安尼一个点火点起来的时阵吼，这一局咯，啵，有可能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你唔知影结果是安怎啦？是。哦，因为这因那棒球。咱也唔知讲伊控球也是好啊歹，结果论是好啊歹，但是咱会当预测的是讲减少这个场上啊无必要的情形啊出现啦。是啦，咱有当吼，就是讲真歹掌握啦，所以有当这个担任着学生棒球的教练非常的重要，就是讲我当时爱画 time， 当时爱暂停，来，即马咱来看到吼是第4番杨振伟。打击，而且这推啊手嘛，其实嘛免惊啦。系啦，咱就好好啊来甲看落去吼，得分位置有人。各位观众，因为他带这个信号吼，这个转播的信号有出一寡问题吼。结果这中的过程吼，煞突然间消失去。咱即马请咱这个李教练甲咱补充说明吼，头前发生什么问题？因为即马打击的吼，已经煞突然间轮到第8番的打击，李教练。他拄啊吼，因为第一个打者吼补上，第二个打者嘛补上，但是呢，轮到5番的时阵啊，宋玉龙时阵做一个慢度吼，慢度点落去点去3垒的时阵吼，迄个投手甲3垒配合了无好势，但是吼嘛无牵球，造成一个满垒啦。后壁呢，如果第6番的时阵，陈正燕咧做打击的时阵啊，佮投手去牵一个列多宝啊。但是吼，这个比赛吼就是安尼，因为过多的迄个补偿吼，造成吼目前啊为止啊变成啊后壁过来迄个第7番的时阵吼，洪胜恩佮拍一个内野安打，造成3-3啦。目前即马结果是3-3。所以吼，因为这个新北市吼，伊嘛换这个11号肖奕成来担任着第2任的后援投手，这场比赛第3任投手，迄个李教练肖奕成这个投手是伫倒一个打者的时阵换起来。咧，迄个第7番的时阵啊，造成满垒的时阵呢，洪胜恩迄个打者呢，吼，做投手的改变啦，吼。随去拍一安打入1分啊，变成3-3，目前是安尼。哇，即马这个金门关搁再添1分咯，哇，所以这变成我啦，造成一个大局啦吼。哇咱看到这捕手吼，这个新北市的捕手哪曾有状况吼，去夹着腿仔的款吼。10下14上。哇，金门关目前无人出局呢。但是这6个打者内底有4个拢是投手补上，是啦哈。还是所以补上你讲重要无？有足重要啊！你补上就是表示讲你送一个招架一个垒标啊，送去垒标像我送你2分，我送你2分，送2个啊，你嘛去送4个2分啊。所以今日呢，一个成功短打，甲一个内野迄个外野的安打呢，做2支安打了，甲分数啊，即嘛目前啊，甲分数领先比这4-3啦。但是这个状况呢，这个救援投手一定要想办法甲收起来。是啦，即嘛伊这局吼，这局咱金门关啊，你目前为止已经攻下3分啊，而且吼，我感觉阿哥有机会搁摕到分数，因为即嘛是满垒无人出局。咱即马
这个金门的打者哪阵有换代打哦？等来看嘛咧是4号，咱即马金门官换4号，这个高碧涛的打击。高碧涛来代打。咱看这是金门高中1年的学生，投球的是第3轮的投手哈，这个肖奕辰。但是满垒的时阵呢，咧推下手啊，咱咧看的时阵哦，一定要想办法去丢球啊，免惊啦，吼，免惊啦。但是吼，在满垒的时阵呢，你安怎拍，你莫去想遐尼一结果论啊，就是你出来拍，拢袂要紧啦吼。来，主要看家己的类型啦吼，比如讲你捌打。有够大机，你就想办法甲球讲甲远，吼。你也捌打无够大机的话，咱就是拍平，吼，咱只要形成安打，吼，咱想办法正过这个内野防区，吼，咱就有法度帮助咱的队友摕到分数。哇！结果这是同摆的效果，嫌球帮都无帮到，吼，这就是。投手上介意的啦，吼，上介意就讲满垒吼，我球完全拍袂到，就无危险性啊啦。即嘛满垒啊，佮换到因啊，第一番啊，考试性啊。其实照即马现代美国普罗的观念吼，因有一个观念就是讲，拍破讲过去的观念，过去是讲较好的推啊是拍。投放伫第3番、第4番，吼，有当咱讲即个第4番是同强的，结果人因即马吼，因的观念是一般就是拢拍排伫第2番啦，本来是放伫第1番啦，吼，伊本来放伫第1番的，是讲上垒率同愈悬的，吼，我放愈头前啦，但是尾啊就是讲，但是因为你后回来的话，吼，就是讲你有跑的话。放伫2番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加拍一下，无，伊垒上有人啦，第二番啦，吼，咱若放愈头前是拍的次数会愈多啦，吼，所以我过去我有当咧排这社团，尤其国小拍6局，有当搁有迄种时间限制啦，迄个拍100分钟的，有当拍到4局尔，4局，所以我有当会甲同强的排第1番，人咧甲问我啦，我定定经验就是讲。甲你排第3番还是第4番，定4局拍要煞尔，两届就无伊啊，就一届尔，一届2届尔，嘿，所以我会去排放伫第1番的道理是安尼啦，吼。再卖用提供各位观众，是讲电视机头前吼，恁若有从事即个基站棒球吼，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当做一下尝试看看啦，是，大家来试看卖咧，吼。第1番可塑性的打击，哇！这拢是免费奉送的吼，佮送1分啊，因为是满垒吼，所以这样来讲吼，这个可塑性伊的选球马上有1分的打点嘛吼。我感觉这个新北市的教练团吼，应该好啊来安打这个因在球员啦吼，尤其在咱拢知影。这是社团组的啦吼，并不是科班的。但是单啊，这局啊，已经5个补上啊，这是控球，这是一种吼，爱训练的物件啦。对啦，有当咱教练嘛真伤脑筋的，囡仔投袂入就是投袂入。这就无法度，这就是练尔啦。是啊。练尔啦，咱练开较济时间来训练啦。系啦，因为咱有当甲囡仔讲啦，讲你球投入去吼。打者无一定讲安打，无错啊，无错啊！你讲啊，投都无未必能讲会出去啊。对啊，头这个坑啊，遮水着，伊嘛无一定讲会出。是啊。但是你爱去有法度坑入去好球来啊，对啊，洪家温会打击第2番队长。咱这个比赛赛制吼是10个县市报名，分做2组，吼，一组5队拍。一个循环，一个循环就拍4场比赛，吼，这就是咱头仔李教练讲的。对4场比赛拍完来比因的成绩，吼，成绩较好，哇，这个你甲看嘛，吼，即摆已经2出局啊，吼，嘛是有机会啊，
但是迄腿啊手阁徛喺楼下，对啊，这实是我做无应该啦。这真正，但是咱唔知影伊咧想啥货，所以你教育因来讲，一定要出腿啊，一定要出腿啊。对。啊，咱这两组会争2名啊，会使来拍这个决赛。啊，这一般争4强的决赛拢是一个，咱讲一个交叉啦，就是讲这个交叉咱讲这个交叉来互相签拍，即马争第一场赢这个4强决赛赢拍冠军，输的拍季军。来第3番红冠又会打击2出局，所以短短时间内底咧拍遮济比赛这真正这是一种考验。对啦，有当一天拍2场，你也讲，其实我是感觉讲，伊这个扣10杯咧啦，10杯你也讲人有传较少咧投手也较好应付的。有当咱咧拍一寡杯仔赛，报名的人数无遐多迄就足伤脑筋的。来看卖来看来。哇，这无走啦，无走，因为本垒甲本垒后壁迄个球洞啊，较底啦，较底啊，所以你即马5比3的时阵啊，佮换到咱的3番咧拍，所以无必要做，无必要啦，无必要冒险啦，无必要冒险啦，是为安全事务的来设想啊，你袂当想讲我拼看卖啊，但是有可能拼看卖啊出局的时阵，就大家讲的，有可能拼出局的时阵，这局就无一定。结果论是安怎啦？对啦，你也胡乱拼，无定你就是你也胡乱拼，万不利本来应该得分无得到分数你就搁把气势送互对方啊。对。来，红冠佑的打击，红冠佑这球，你也看嘛，因为这强这个红冠佑是第6局下半第一个起来的打者，即马等于拍1轮啦。对，第1轮啊，对。你讲第10位打者啦。整整拍回1轮对，所以这后讲的一定想讲办法讲要加讲几分啊。但是第7局的时阵，我收起来，我就可能就结果论就结束就出来啦。比赛就结束了来。这投手鼓励裁判鼓励投手，即马你球数已经摕到2好球啊！好了无？这粒腿啊手地着真可惜，拍一下盖外球对，咱也讲有当看这个讲有地着无地着，就是看这个法律部的方向啦对。你也讲保守正后的这就是讲一般地的位置无唔对，timing 有抓到啦位置唔对啦。你也讲走去1、3垒的，这种就是timing无抓好啦唔是伤紧，无就是伤慢啦。是。来，一球，来看卖咧，接杀将伊3出局，但是金门关。6局下半摕到这大局，摕到7分，颠倒以5比3领先着新北市2分，扣一个，马上回来。7局上半，新北市的进攻，因为新北市即马是输予金门关2分，伊也伫7局无法度摕到2分以上，就爱结束掉这场比赛啊！即马台湾的棒球拢是7局制，7局制。这是公司第2代，今仔日非常欢喜，邀请到李杰群。李教练来到咱公司现场，伫礼拜下晡，甲咱共同欣赏这场精彩的高中社团棒球邀请赛。今仔日的对战的队伍是由着新北市对上来自外岛的金门关，无咧两个咱咧讲的讲这个。俗语有咧讲
唔是明良无过江，吼，唔是强队无过台湾海峡。对，咱即马啦，金门嘛，可派出呐同好的投手来要牵球啊啦，吼，啊，希望啊，这当个收起来。收起来，咱看卖咧，这球哇，中线真过吼。一个新北市公园有公势哦。一起来呢，就讲出一支哦，咱来看到这个讲出安打的背后吼，这个应该嘛是台大。台大。台大吼，咱拢知啦吼，这个学生棒球吼，社团棒球有当拢要鼓励吼，拢会希望讲吼，大家球员拢我到上场啦吼。即马这是刘汉阳吼，讲出安打是刘汉阳这位选手。即马应该嘛是讲换台大哦。对。哦，换台大这个杨碧祥。哇，这处理袂歹呢，这动作真标准哦。这个人你看吼，咱这若配粒真好势呢，但是有可能哦，这哇，咱来看啦，镜头了，一看落过是这一队的走者已经足早就掠着投手的牵球时机啊。是啊，吼，咱讲掠着投手。但是咱即马来看，就是保守牵入去啊，嘛无，所以嘛牵的时阵嘛无啥物情况啦吼。啊，这球。伊应该是点了无好啦，吼。点了无好势，但是这是点的时阵，你也想讲你要，因为论个这一番的角色啊，所以你咧做慢道的时阵要点线边啊，你唔通点投手等于是送人一个出局。是啊，你因为你即马是输2分嘛。对，输2分的报告，你想啊，讲我想要上垒，盖我嘛不要紧。是啊，你哪会去点投手头前咧？对。来，咱看卖咧吼。即马打者我看换哦，即马无啊吼，即马共款是即个严楚君吼，啊头前第9番第1番拢换上台大啦。来，看卖咧，哦，安打哦，哇，结果拢都无共款哦。即马比赛精彩啊哦！1分啊呢，1分啊呢，1分到轮到对方的3、4、5分。3、4、5分。而且吼，我跟你讲，咱即马差1分啊，即马6、8分会走者打上一队的垒包，我相信新北市应该嘛有战术。即马第3番的又开分，即马咧叫读脚啊吼，咱俗语咧讲哦。妹妹角角靠一个头壳，哇！个安打，咱看卖咧。哦，对，这个挡伫这二垒是正确的，哇！这连续安打。咱即马这个金门县的教练是毋是爱小可花一下time呢？哎吼，今日因为你后壁时阵，结果你后壁先爱收起来，你又是啊，对，这有听到咱咧讲啦吼，这对啊。这应该甲因爱交代一下啊！伊哋过来轮到第4番的吼，对哦，这嘛是拢中心打者啦吼，但一又会打击。但是咱4番的摆咧，这个球队的4番就表示伊能力足好，但是伊即届无安打是并无代表吼，伊后一个打数袂安打，所以啊，教练的暂停就是讲，哎呀，你要注意哦，4番哦，啊你要安那啊牵球啊牵啊低哦，看会当做成双迄个双杀的啊，吼双杀。来，看卖，你，这做这个无意义吧？因为你推甲你是对方的4番，你互你个短打嘛无意义呢。你后有单这是比例啦哈，咁咪有单是加比例啦，咁咪嘛是有可能啊。乱者，咱讲乱者啦哈，这有单是讲吼干扰到对方的手臂啦，有当你比咧吼你嘛知影这种社团的球队，有当你比的内野就是王进前，王进前王讲有当伊会袂去退啊，这是我的观察啦吼，有当会安尼啦。对，所以咱头拄仔看的吼，咱投手咧牵制啊，咧牵制的部分吼，你爱想讲，
我要互你知影讲我有你牵涉无，但是你唔能一直牵膊头去啊。有当咱是要互走者吼较安分守己咧。对我对唔是要甲你抬死啦，我无互你离伤远啦。我互你离伤，因为吼，这离队这个真重要，因为离队这个是爱个案，这个是叫评分啊。诶，来，一球攻出去，来，看到一垒出局，这是啊，哇！啊，这实在是死角有一点仔莫名其妙的，哇！结果一个变相的相杀，结束着这场比赛，金门关5比4赢着这场比赛。请咱这个李教练甲咱简单做一个赛后的感评。今日这个比赛吼，咱安尼看就是表示讲吼，这第3局甲第6局啊，这种一个3分，一个4分啊。这比赛就是因为投手啊，第一个状况起了，伊就补上造成了一个大局的开始啊。但是啊，棒球啦，咱是无法度，咱该互人就互人啊。但是吼，看到手臂的部分哦，嘛是要注意一下啊。咱多谢李教练的感评，嘛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吴国洲，咱后礼拜阁有继续有精彩的比赛，再会，谢谢，拜拜。